明星李小龙一出手，气势真惊人的画声，甲对方拍甲倒伫涂骹。1949年11月27日，李小龙出世伫美国加州旧金山，短短32冬的一生，创造真侪奇迹，嘛创立一运动，伫全球带动中国功夫的热潮，嘛伫好莱坞开辟新的影片类型。1997年11月27日，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，早住伫加拿大参加完亚太经合会非正式领袖会议，下晡就秘密过境桃园中正机场，会见我国当时行政院长萧万长，公告了解双方实接对经贸关系发展交换意见。2003年11月27日，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，也就是立法保障公民实践投票权利，这是行宪56冬来头一次确立公投制度法源，嘛，互我国成做东亚第一个采取公民投票的国家。